好了，来，坐吧。哦，一念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我外公。外公，一念他来了。外公，上次我们见过面的。我是个瞎子，怎么个见面呢？对不起啊，外公，我说错话了。向北，我就知道你今天非要把这个姓童的丫头带回来。唉，老了，做不了主了。哦，最近早晚温差大，我给外公和梁妈买了2件衣服，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？喜欢喜欢。哎呦，真漂亮！哎，她买的这衣服我们穿上会很温暖的。谢谢你啊，一念。你真是费尽了心机了。我们英英她就不会来这么一套，难怪向北她会被你抢走。外公，赶紧吃饭吧，菜凉了。外公，我给你夹。啊，不用了。过去吃菜的时候，都是英英给我夹。哎，可怜我们英英，她不讨人喜欢的。妈，来，多吃点。一念，你也多吃点。哦，一念，快吃吧。今天这个菜都是向北特意为你做的，那道菜还有名字呢，叫心心相印。哦，外公，我来帮你铺床吧。啊，不用了。铺床叠被的事情，我从来不麻烦别人。哎，我说你这个人挺厉害啊！明明知道我不领你的情，你还要厚着脸皮来讨我好，难怪呀，你会讨向北的喜欢，你的心机果然很重啊！外公，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，但是我想时间可以证明一切，你会看到我对向北是真心的。对外公也是真心的。我不要听什么真心，我这辈子最恨的就这俩字。向北的亲生妈妈就被这2个字害得体无完肤。你要真的喜欢她，你就离开她。一念，我妈那边需要你帮忙，你过去帮她一下吧。哦，外公，我先出去了。挺好的。哇，你们2个人好默契呀，含情脉脉的。妈妈不看了，不看了，不看了。哎呀，我喝到电灯泡了。梁妈，你还缺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去准备。一念，我现在什么都不缺，就缺一个你这样的儿媳妇儿，还缺一个我儿子家的女管家、女主人。一念，要不然今天就住这儿吧，别走了。妈，你瞧瞧你，都快要结婚了，还那么害羞。哎呀，你们俩给我铺的床好舒服哦，我今天一定做一个好梦。妈，以后呢就安心的住在这里，我跟一念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好，梁妈，你呢要按时吃药，按时到医院复查。我跟向北会一直陪着你的。谢谢你们。向北，你去跟一念的父亲提亲了吗？放心吧，我自己心里有数的。梁妈，你放心，我爸爸那么疼我，他一定会同意我跟陆向北在一起的。
葡萄哥哥，我第一次见家长，表现得怎么样啊？特别好啊，90分。不是满分啊。剩下10分等你嫁给我再给你，啊。那等你把我娶了，我就每天给你扣分，扣到没有分为止。扣到没分，那就要离婚了。你敢？我不敢。葡萄哥哥，你是不是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没有对我说啊？都说了，没有了。就是那一句每个男人都会对心爱的女人说的话呀。吃了吗？不是这一句。不开心了。我能不能不说我做给你看？啊？我爱你。其实我也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想要跟你说。还有啊，什么话？这句话呢，你不用读我的唇语，也不用带着助听器，我相信你能听见的。一念向北，永不分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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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永不分离。一念向北，永不分离。你听到了？我听到了。一念向北，永不分离。外公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陆向北，你想要娶童一念，除非我死了。能不能别说这样的话？你这样做对得起你妈妈。你还记得她怎么死的吗？我当然记得。外公，一直以来我都听你的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但我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，是时候你让我自己决定我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了。走自己的路。好啊，你这么做都是你的娘母教你的，对不对？这个贱人！外公，你不能这样说我妈妈。你妈早死了，你亲眼看着她死的，你想让她死不瞑目吗？你这个不孝子孙，你给我跪下！听见没有？你给我跪下！
外公，跪下，跪下！替你那个死去的妈，我打死你这个不孝的子孙！教训我的亲孙子，你什么人？你这个外人插什么手啊？我不是外人，我是他的妈妈，他是我儿子，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动过他，你不许动他！你这个坏女人，我的孙子都给你带坏了。你还知道他是你的外孙呢？要不是因为你是他外公，他能乖乖的跪在地上让你打吗？他是给你面子，怕你在我面前丢脸。妈，你岂有此理！夏梅，你给句话。外公，我能做的，我全都已经做了。你听见了吗？你听见了吗？你，啊，你天天的逼着我的儿子去报什么屁仇？他不离不弃的对待你，照顾你。我看你不是眼睛瞎，你的心都瞎了。要是我，早就把你扔出去了。知足吧你，儿子，走，上班去。妈，你们在说什么？谢谢妈妈。喂，向北，我已经查到那个女人的来历了。那个女人叫杰西卡，我已经把她入住酒店的地址发给你了。杰西卡，怎么这么耳熟啊？什么来历？她是国际著名家电连锁企业欧玛集团的女掌门人。老人家，您饿了吧？别生气了，我给您做碗面，您吃了吧。别做戏了，向北不在，他看不见的。老人家，您别这么说。我知道的，您跟向北那些年吃了不少的苦。您是他的亲外公，他最尊重、最爱护您了。可是您那天那么对他，我受不了。你以为我愿意打他吗？当年小娟走了，我带着她一聋一瞎，我们吃了多少苦，你这些外人能体会吗？要不是我眼瞎，我怎么舍得把她送进孤儿院？当然，你收养了她，按理说我们应该感激你，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你不该答应她去娶童家那个女儿啊！那是上一辈子的恩怨了，我们不该把它强加在这2个孩子的身上了。向北跟着您，当年受了不少的苦，如今他好不容易爱上了一个人，可以成家立业了。我们做长辈的，应该高兴才对啊！你懂什么？他要是娶了童家那个丫头，他对我们陆家就是一种背叛呢。再说，向北他是办大事情的人，怎么能被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绊住脚呢？好了，这都是我们陆家的事情，不容你这个外人插嘴。我真没见过你这样当外公的，人家外公都疼自己的外孙子，你可好，逼着自己的外孙去做那些肮脏的事情。你骂吧，骂吧，就只会欺负我这个瞎老头子。您错了，我的老公也是残疾人，我最了解残疾人了。我就是看不惯你，还不到10岁的孩子，你就逼他去报仇，你对孩子太残忍了吧？我看您不仅是身残，您的心也残了。
我知道，我心里全明白，您心里有数的很。您就是借着让向北报仇，控制住向北。老人家，我求您了，您别再逼向北了。向北会好好孝敬您，我和一念也会好好的尊重您、伺候您，好好的享享晚福。您自己想想吧。不答应，我偏不答应。今天，国际著名的家电连锁企业欧玛集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，他们将正式进军中国市场。据悉，他们的女掌门杰西卡女士对中国市场充满了信心。她宣称已经有了理想的合作对象，并将在不久之后正式公布合作的相关事宜。一时间，外界媒体很关注她即将合作的中资企业。有业界人士分析，她会在华彩和完美两大集团之中做出选择。欧玛集团，杰西卡。妈咪，那，我今天已经把消息发放给媒体了。我相信我们欧玛集团今天会是一个大头条，而且我还给华彩集团发放了合作意向书。不过我很不明白，我们本来就是要和童叔叔合作的呀，干嘛还要发合作意向书啊？你没有听说过吗？永远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。而且，你的未来岳父迟迟没有表态，我想给他一点压力。妈咪，你太多虑了。童叔叔不是已经答应把一念嫁给我了？商场上面变化莫测，你呀，不要那么容易相信表面上看到的东西，知道吗？嗯。好，听你的。去，看是谁来了。好。陆向北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我不是找你，我是来找岑夫人的。你找我妈？喂，岑夫人你好。你说你姓陆？我外公是20年前陆氏工厂的负责人，我能跟你聊两句吗？杰西，赶他走，我不想见到他。岑夫人，我想20年前的事情，到了今天，你应该有个了解了吧？董事长这边。今天雨下得不小啊。是，今天预报说是中雨。啊，今天的雨确实不小啊，让我想起了很多年以前。你先上去吧。经过多年情境改，复听春雨，一雨降南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们又在一场雨中重逢。师傅，你还记得我这个师傅童之行？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收留了你。当年的童之行是你外公的徒弟。那时候的中国，大部分的民营企业都是从小作坊开始的。你们陆家的工厂也不例外。童之行他很聪明，所以你外公很器重他。所以你就收买他，让他背叛了我们陆家。哼，背叛。有件事情，我想请你先搞清楚：最先背叛我们的人是你外公。你说什么？他没有告诉你我丈夫是怎么死的吗？
妈咪，不是说过我爸是得病去世的吗？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你爸爸是被人活活气死的，而气死他的人就是姓陆的，你的外公。我记得当年你给了童知行10万块钱，你到底让他做了什么？是不是你指使他放火烧了我们家工厂的？我是很恨你外公，可我是个正经商人，杀人放火的事情我不干。妈咪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当年，我和你爸爸以海外华侨的身份回国，还带着一大笔的资金。来，各位贵客请。啊，这位是岑先生。你好，岑先生。岑太太。你好，岑先生。你好，这是我徒弟童知行。啊，来，各位请。本来我们说好了，一起投资建厂。可你外公想一家独大，居然反悔，我们的投资血本无归。我的丈夫心脏本来就不好，他经不起这个打击，心脏病死了。你听见了吗，陆小梅？是你们对不起我爸爸。我承认，我是给了童知行一笔钱。让他卷走你们的贷款，还带走了一笔很重要的订单，离开陆家。没想到，你们陆家的工厂竟然着了火，真是恶有恶报。那场大火真的跟你无关？我做事敢做敢当，是我做的，我肯定会承认。但是不是我做的，你也别冤枉我。无论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，我想请你搞清楚一件事情：完美集团是我的，你们陆家也好，童知行也好，一起靠边站。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？别猫哭耗子假慈悲的，你是巴不得我早点死吧？那件事之后，我一直很内疚，还托人找你。是托人要害死我吧？师傅，我真的没有啊。童知行，我只恨自己瞎了眼睛，轻信了你。结果你卷走了我的货款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还不算，你还放火烧了我的工厂。师傅，我知道，我拿了杰西卡的钱，我就是说什么，你也不会相信。你想说，这把火不是你放的？事到如今，你还在为自己找借口。当年，你和你弟弟吃不饱穿不暖，也是这么个大雨天，病倒在我们工厂的门口，是我好心收留了你啊！师傅，这些我都记得。没想到你却恩将仇报，你卷走了我的货款，放火烧了我的工厂，你也毁了我的眼睛。童知行，我恨不得喝你的血，吃你的肉啊！师傅，我知道你对我恨之入骨，所以你才派陆小美到我们公司故意接近我，是找我报仇了。你终于知道了，你是我的师傅，我不傻。那是你欠我们陆家的。可是完美集团是为了他，我
花了20多年的心血，谁也别想从我手里把它抢走。你倒是很自信啊！这些都是你教的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我不能让你失望。好啊，我终于收了一个好徒弟。不过，我的外甥也不错，他虽然不能帮我收回我们陆家的东西，可他却把你的女儿骗得团团转。陆小梅接近我的女儿，果然是有目的的。我才知道，我外孙他果然继承了他父亲的基因，在对待女人方面，他从来不吃亏。可笑啊！女儿竟然真的爱上了他。你等着瞧吧，等你女儿嫁进了我们陆家，我再让向北把她给抛弃了，也算是把我出了口恶气。我不会让你不成的。你说的没错，结婚这种事儿，说不定会降临到任何人头上。康琪，我们结婚吧。儿子，儿子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儿子啊，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你找我有事吗？哦，我想清楚了，我跟你爸爸已经签了离婚协议，还是应该让他早一点搬出这个家。你真要赶爸走？我没让他净身出户，已经很给他面子了。妈。你们在一起生活了20多年了，你真舍得？再说了，让亲戚朋友们知道，会笑话你的。亲戚朋友怎么会知道？你没有结婚，他们就凑不到一起。就算你结婚，我临时再把他请回来几天就好了。看来，你真要赶爸走，真的没商量的余地了。妈妈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我说话是算数的，除非你有特殊情况。特殊情况？我这儿倒真有个特殊情况。什么情况？我要结婚了。结婚？和谁呀？统一念呀？不行。不是他，是跟谁？是英英。英英？哎呦，太好了！你要跟他结婚，太好了。我就算一次而已。如果是单数，那我就注定单身，跟他只做朋友；如果是双数，我就跟他双宿双飞。开始。一朵。哦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有没有偷懒啊。哦。怎么样？最近店里生意好吗？白天有雨，今天生意不是很好。哎，对了，师傅怎么样啊？他住在路上北家还习惯吗？挺好的，他让我来看你。这拿的是什么呀？我看看，看一下嘛，看看。哎呀，什么东西啊？我还能干嘛？不就为情所困？哦，因为杰西啊，你还没跟他表白吗？我才不跟他表白呢，才刚被小马哥伤过，我才没那么笨，这次绝不表白。但你不表白的话，他怎么知道你喜欢他呢？唉，
羡慕陆向北哦，可惜以前杰西还傻傻被蒙在鼓里。啊，这个你放心吧，我会找机会告诉他的。毕竟我和陆向北也需要你们这些朋友的祝福啊。我是不会祝福你们的。杰西，杰西，你怎么来了？原来你口口声声说要嫁的，根本就不是我。你别激动哦。你闭嘴！我才是你的未婚夫，难道童叔叔没有告诉你吗？我知道，这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定下来的。可是我真正爱的人是陆向北。对不起，杰西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嫁给你。陆向北又是那个陆向北。一念，如果你真的嫁的是别人的话，也许我真的选择会放手，我真的会祝你幸福。可是那个陆向北，我是不会让他得逞的。杰西，杰西，杰西，你听我解释啊！原来你是被蒙在鼓里，陆向北最终还是陆向北，你还要嫁给他？我承认，我喜欢的人是陆向北。那我呢？我这个未婚夫又算什么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我们能不能静下来，把话说清楚？一念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你，和陆向北在一起不会有好结果的。你冷静想一想，我希望你不要那么鲁莽的做决定。杰西。怎么劝他，他都不听，他的自尊心真的很强的。一朵，要不然你帮我劝劝他吧。我？现在啊？拜托了。好吧。出来吧，都已经看到了。听说今天晚上会有雨，我去帮你买把伞吧。啊，好了，如果你来是帮一念头说客的话，那你回去好了。哎，我又没有说我要帮一念，你也真是的，一点小事也不听一念解释。小事？一念都要结婚了，新郎不是我，你认为这是小事啊？你看，又生气，小心眼！不是我说你，你跟一念谈过恋爱吗？牵过手、接过吻吗？人家从头到尾都没有说喜欢你，是你自己误会的。误会？你认为这一切都是误会啊？你真的是太不了解我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要结婚。我本来就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，可是一念真的改变了我所有的想法。我现在真的很想跟他结婚，我很想跟他在一起。可是感情这种事是不能强求的。一念喜欢的是陆向北。我真的搞不懂，我到底哪一点比不上陆向北？一朵老大，你是一念的好朋友、好姐妹，如果你肯帮我的话，一念说不定会回心转意的。我求你了，你这次一定要帮我，而且我这样也是保护一念啊。保护一念？你在说什么啊？你把我弄糊涂了。你们太不了解我妈咪了。
我们陈家的人捍卫誓言，就像捍卫自己的性命一样。如果我妈咪知道一念不肯嫁给我的话，她一定会对一念不利的，说不定会脱离童家，甚至整个完美集团的。好是好啊，可是我能帮上什么忙？我能做什么呀？首先我要了解一下我的亲弟。一朵老大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你把你所知道的原原本本的告诉我，你这就帮到我了。如果我知道陆向北的弱点的话，总有一天，一念会回心转意的。爸，你收拾行李又要去哪儿？爸爸已经想好了，我想啊，是时候离开这个家了。爸，你别这样。虽然在书房有点不舒服，但是也不至于搬走吧？爸爸已经决定了，我已经在外面订好酒店。酒店？你们俩离婚的事情不是要瞒着别人的吗？你现在住进酒店，那别人不是很快就知道了？爸，你别走。好了，儿子，你爸爸现在是人在曹营心在汉，你让他走。姓沈的，你要走就赶快走啊，别影响我跟儿子的胃口。我现在就走。我告诉你，我沈孟德将来就是讨饭，也不会讨到你这儿来。哼。爸，好了，儿子，我知道你心软，但这个家已经不是我的了，该走的是我。爸，你不能走。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。重要的事？什么事儿？我要结婚。结婚？你不是开玩笑吧？我没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所以说，你怎么着也不能走。结婚会有很多事情的，到时候亲戚朋友都来了，你们俩装也要装成在一起的样子。妈，要走的人是他，你问他吧。爸，别走了。好吧，那我就暂时先住在这儿。你说你要结婚，跟谁啊？英英。英英。进来。董叔叔，坐。这么晚找你过来，知道是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不过刚好，我也想找你。我见过你外公了。怎么？他来找我，没告诉你吗？哼，你外公可是把你给出卖了。这么说，所有事情都知道了。是的，也好。今晚咱们就做个了结吧。其他的事情我可以不计较，但有一点，你从今天起必须离开我的女儿童一念，马上，离她越远越好。你听明白了吗？我不会离开一念的，我要娶她。我对一念是真心的。行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是为了报复我，报复我们童家才跟她接近的。你根本不爱依依，你一直在欺骗她。你是想利用童一念来打击我。我没说错吧？我承认，我进完美是为了报复你，报复童家。一开始我是利用一念，但现在不一样。我对一念是真心的，是认真的。
认真的，少跟我来这套。你一直都在利用他的善良。董叔叔，如果有时间，你看看这个。我已经问过财务部了，那笔款的下落。开曼群岛。开曼群岛，就算你知道了开曼群岛的那笔账目，能怎么样？啊？就拿这个做威胁。我想跟你谈个条件。别跟我谈条件。我想娶一念。不要跟我谈条件。我要娶一念。你能不能娶一念，不是我说了算。一念今年生日的那一天，我这个代理董事长就必须离开。再过1秒，我可能就要崩溃，忍不住的泪水依旧枯萎。什么是我要的结果，已无所谓。现在只想放下一切，安静的睡。梦中的梦曾经无数次去追，可最终的选择一路向北。最后什么样的结局已无所谓，现在只想丢掉狼狈，不再后退。为爱回归这种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珍贵。为爱回归，把最初的自己找回。你的安慰是最后最美的完美。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